大家好，歡迎收聽木木木木，我係林亮。今日嘅主題係講 High Ross，即係我心目中大人的體育課啊。咁開始之先呢，就問翻大家一個問題啦。唔知大家對上一次做運動係幾耐之前嘅事呢？咁諗翻自己啱啱讀完書之後，其實基本上都冇點運動噶。睇翻統計數據啦。根據香港衛生署喺2023年度進行嘅健康行為調查，香港人18歲以上運動不足嘅比例為14.8%啊。咁我當然就係呢14.8% 裏面啦。但係唔知係咪依家運動文化盛行，啲 gym 開到成行成市，全民行山啦。呢個數字其實遠比我想象中低啊。試諗下，翻工翻到咁攰，又 OT 又塞車，其實仲邊有時間邊有心情做運動啊？我唔知你係咪嗰18% 裏面啦，咁我希望你唔係啦。咁翻正題先，咁啊講翻 High Ross。咁原本其實我就同太太報名玩上年11月喺芝加哥嘅比賽，玩 Mixed Doubles。但我哋10月嘅時候咧，就去咗一個頗長嘅旅行，疏於訓練啊。結果我哋就取消咗佢啦。咁喺上個禮拜就成功報名喺下年5月搞喺渥太華嘅比賽，咁就希望可以多啲時間準備，攞到個好啲嘅成績啦。咁我玩呢個比賽嘅原因都唔使講噶啦。咁而太太報名嘅原因，我都相信唔係因為呢個活動好 IGable 啦。咁當然我哋已經諗好咗比賽嘅時候嘅 dress code 啦，諗好咗點樣影相先會靚啲啊。咁佢就覺得呢個運動都幾有可量度性啊，咁可以睇住自己進步咧，個感覺都幾良好啊。而且嗰個 community 都幾好噶，咁好多 gym 都有佢嘅特別訓練班啦，咁都多人玩嘅。咁入得去嗰啲班玩嘅人咧，都好想將自己推向極限啦。咁所以你見到隔離嗰個咁勤力咧，你自己都唔敢偷懶，所以個氣氛係幾唔錯嘅。咁乜嘢係 High Ross 咧？咁正如我嘅標題所講啦，我會覺得佢係大人的體育課啊。佢係一個全球性嘅室內健身耐力賽，總共要跑8公里，同埋做8個唔同嘅 station。咁比賽咧係有固定嘅順序，要先跑1公里，然後再完成一個 station，重複8次，冇時間限制，但係要做晒全部動作。唔同嘅性別、年齡組別咧喺負重上有調整嘅，總時長大概為60至90分鐘啦。成績係依完成時間排名，係非常之強調耐力、力量同埋節奏管理嘅一個比賽嚟嘅。啱啱就講到有8個 station 啦，咁係邊8個咧？有啲係幾 straightforward，聽個名已經知道係做啲乜嘢。咁有啲可能要略為解釋一下。第一個 station 係滑雪機啦 ，ski erg。咁嗰部機嗰個樣係一個架，咁有2個繩索掛咗喺上邊啦。咁嗰個動作就係將嗰2個繩索向下拉，然後佢會自己回翻上去。成個動作係模擬雙板滑雪，用嗰2個杖嚟加速嘅姿勢啦。咁總共要做1000米，咁要用到上肢啦同埋 core 嘅力量。第2個 station 就係推雪橇 sled push。咁我形容下個雪橇係咩樣啦。咁佢就有塊鐵板，前後咧都有2支鐵通，而個鐵板上面就有啲負重。咁喺呢個 station 入邊，就將呢個雪橇推喐50米。跟住落嚟咧就係拉雪橇啦 sled pull。今次就將嗰個雪橇駁咗落條繩嗰度啦，就將佢拉喐50米。第4個 station 就係波比蛙跳 burpee broad jumps。佢先做一個 burpee 嘅動作啦，原本原地跳嗰一下就改為向前跳，總共就前進80米。第5個 station 係蛙艇機 rowing， 相信呢個大家都知道係咩嚟啦。跟住就係農夫走路 farmers carry。到底農夫係唔係真係咁樣行路呢？個動作只係拎住2個都幾重嘅 kettlebell 行200米。
尾二嘅 station 就叫做沙袋弓箭步 （sandbag lunges），即係將個沙包擺上膊頭嗰度，用 lunges 弓箭步嘅動作前進，而要求係每一次落去嗰個膝頭哥都要掂到地嘅，做100米。最後一個 station 叫做藥球擲場 （wall balls），咁就將一個頗有重量嘅波掟向目標，而每次接嗰個波都要深蹲，咁總共要做100次。我最中意嘅 station 就係 sled push 啦，咁成個動作好 IGable 啊，成日會碌到啲靚仔靚女喺度推嗰個雪橇啦，大大隻咁都幾型啊！咁而且我覺得成件事好有意境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希臘神話就好似薛西弗斯推石頭上山咁啦，永無止境咁樣重複落去啊！而且做呢個動作要用到全身嘅肌肉啦，咁基本上下肢、小腿都要用到啦，同時要用到 core 胸同埋膊頭嚟到穩定自己啊！咁我就好中意呢一種發力嘅感覺，而且我覺得呢個動作非常之減壓。講完最中意，咁就講下最憎邊個 station 啦。其實有2個 station 我都係覺得哇好辛苦，完全頂唔順，都係將自己嘅心肺同埋肌力推到極限，係會做到懷疑人生嘅。咁嗰2個 station 就係 wall balls 同埋 burpee broad jumps 啦。但係論辛苦程度而言咧，應該係 wall balls 扯啲啊，因為我個組別咧係要做100下。而100下真係幾多下㗎，而 burpee broad jumps 起碼可以咧喺跳遠嘅時候跳遠啲，咁啊跳得越遠就越好啦。咁你要做嘅總次數都少啲，一般嚟講都係40至60次，所以總體嚟講咧唔算太辛苦啊，就多啲喘息嘅空間啊。但係 wall balls 作為最後一個 station 啦，咁喺跑完8公里做完咁多嘢之後咧，仲要將嗰個重量都唔輕嘅波重複100次推上去咧，除咗體能要強之外，更加係意志上嘅考驗嚟㗎。咁聽完我粗略嘅介紹，相信大家都明白點解我叫佢做大人的體育課啦。因為嗰啲項目同埋技能嘅多樣性，可以訓練到全方位嘅體能。佢做嘅嘢係好 functional、好 all-rounded 嘅運動。咁又有肌力嘅訓練，又有心肺嘅訓練，而且嗰啲動作其實都幾易學㗎，唔使太多前設知識已經玩得啦。加埋有唔同嘅項目啦，咁就更加可以了解到自己嘅長短處，再針對佢嚟到做訓練。所以佢真係一個幾好嘅運動嚟㗎。特別係如果你對運動冇特別嘅偏好嘅話咧，呢個係一個都幾全面嘅訓練，就好似中學嘅時候上體育堂咁樣。聽到呢度，唔知你對 HYROX 仲有冇興趣啦？咁香港區嘅比賽會喺2026年5月頭舉行，但係依家仲未正式開始報名。呢個運動喺亞洲地區越嚟越受歡迎，喺 social media 間中都會見到佢嘅出現。又有明星嘅加持，有啲明星效應。喺香港其實都有幾多 HYROX gym 㗎，主要集中喺港島同九龍區，但係嗰個門檻感比較強少少啦。有一種俾人嘅感覺係嗰啲平時唔敢入去，得啲西人先會去嘅 gym，明明個教練係香港人嚟嘅，要講晒英文咁樣。咁喺10月嘅時候咧，其實我都玩咗一個 session。係中環嘅樓上 gym 嚟嘅，原本諗住唔會有太多本地人玩，咁結果大約係一半一半啦。教練都係全英文嘅，位置上都幾方便一啲，喺中環返工嘅人收工即刻去做運動。各位觀眾都唔認識我啦，咁其實我係住喺加拿大，咁對比北美，香港嘅場地係多好多限制，主要係因為土地問題。例如樓底太低，根本都做唔到 wall ball， 只能夠用 squat press 代替。北美嘅 gym 大到通常係有位跑圈，甚至係唔需要用 treadmill， 做 station 又唔使來來回回咁樣做。咁香港當然空間就窄好多啦，可能要來回好幾個圈先做得夠距離。咁除此之外，對比北美最大嘅分別，亦都係會影響到我參唔參加呢個活動嘅意欲。就係價錢啦，
香港嘅 gym 差唔多要成200蚊港幣一個 session 啊！香港都係出名生活成本高，咁自然咩都貴啲啦。我哋喺加拿大就 join 咗一間叫 Good Life Fitness 嘅健身會籍，月費計算嘅，每2個星期大約50蚊加幣，即係一個月600蚊港紙左右。香港嘅聽眾聽到應該會覺得好平，咁係咪乜嘢都唔包呢？但其實呢一個已經係 mid-tier 嘅價錢，對比最基本嗰個已經包咗一啲高級少少嘅班，主要係 High Ross Hot Yoga 咁嘅班啦，而且係有 towel service 可以隨時去做，攞佢嘅毛巾沖涼。呢間嘢都幾誇張下㗎，我去開嗰個係有 squash 嘅場同埋游泳池。係講緊4個嘅 squash courts 啦，同埋一個 L 型，即係游到10幾米嘅室內游泳池，係有提供埋 aquafit 嘅堂。講緊我細個去開嘅 gym 係屯門仁愛堂，當然唔係話佢差啦，但對比之下係有少少俾佢嘅規模震撼到。訴苦完香港做 gym 有幾貴，不如我哋講下哋準備成點啦。喺8月嘅時候，我哋試咗一次 Half Ross， 即係一個做一半距離、弱啲強度嘅 simulation。我哋嘅成績係37分28秒，就咁簡單數學乘2，咁即係1小時15分。而我哋係 aim 緊係1小時20分鐘之內，咁好似都幾 achievable。但我哋再計個數。要呢個成績嘅話，平均跑速要係4分30秒到4分50秒去跑1公里，咁我都幾肯定自己係冇可能8公里都 keep up 到呢一個速度啊！咁所以依家個主要訓練目標就係令自己嘅跑速提升，跑得快嘅話喺啲 station 做慢咗都有機會追得翻。咁玩 doubles 戰術同樣都好緊要噶，特別係 heart rate management 啦。因為我 cardio 會弱啲，咁所以就諗住做 station 嘅話，咁我 partner 就做頭同尾嘅部分，我就做中間嘅部分，等我多少少時間可以回氣跑步。咁同埋喺 station 嗰個分配嗰度，因為我哋係玩 mixed double，咁所以我就主要負責啲大重量啲嘅 station 啦，例如 farmers carry 同埋 sled push leg pull 呢啲就會我做多啲嘅，因為我嘅力量係好過我 partner 少少。距離正式比賽仲有大概半年左右，其實我哋都冇一個好正規嘅訓練計劃。咁我哋一星期大約上2次堂，每堂1個鐘。教練話做啲咩就做啲咩，有時會操 cardio，有時會操 power。咁其他唔使上班嘅日子，我哋就係會以大量 Zone 2嘅跑步為主，盡量都跑45分鐘以上，一星期大約都跑到2至3次。間中我都會做下重訓，主要做啲大重量嘅 complex movement，例如 barbell squat、chest press、barbell deadlift 呢啲，都係一啲所謂性價比高嘅動作。因為我本身返工比較忙少少啊，咁所以盡量喺一個 session 入邊想操到最多唔同嘅肌肉。我哋開始咗練 High Ross 大概半年左右啦。咁其實明顯 feel 到自己嘅體能體力係有提升，即係比平時嚟講係冇咁容易攰啦，恢復嘅速度快啲。記得未開始做運動嗰陣，通常一放工就會攰到要即刻瞓覺。咁而家嘅精神狀態明顯係好過之前好多嘅。雖然運動係有咁大嘅好處啦，但係對於一個成年人嚟講，其實都唔容易。相信大部分嘅人都會覺得自己太忙，冇時間去做運動。咁事實係咪真係冇時間呢？我認為係大部分人將啲嘢諗得太複雜，令嗰個執行阻力太大。其實唔止係運動，要開始任何嘢，甚至要將佢變成習慣，係要降低開始呢樣嘢嘅門檻。正所謂萬事起頭難。你有冇諗過，其實最難嗰下就係着上運動鞋，踏出家門去健身室嗰一下呢？其實去到健身室，你就會開始自動波做噶咯。上堂嘅話，有教練 lead 住，唔使諗課表，人出現就 OK。教練又會示範動作，做錯都會執翻，仲有其他人一齊上，可以逼到自己去操得盡啲。自己操嘅話，其實提早 set 好課表，決策自動化。
基本上去到嗰個 gym 就會跟住佢嚟做，仲可以睇住 YouTube 聽住 podcast 做，簡直係健身健心啊！我自己就習慣用放工前或者放工之後1個鐘爽手做完，咁計埋沖涼都係用多我15至20分鐘，其實唔會太過影響其他事情，反而係平時成日碌手機嗰啲時間，我先覺得真係嘥咗。我都明白平時返工已經好忙好攰，唔會想再花時間花心思去 research 同埋計劃。咁報班就好啱我呢一類人，有少少似外判咗自己嘅健康管理咁樣，係一個幾好嘅 deal 嚟㗎。用一個咁低嘅價錢就可以換到健康呢啲跟一世咁重要嘅嘢。去到最後就同大家推薦幾個非常之好用嘅健身 app 啦。第一個就係 Apple Health 配合 Apple Watch 使用，佢可以追蹤你嘅心率啦。平時上堂同埋跑步我都會用嘅，用嚟做 zone training，就確保自己個心率唔會太快，維持喺自己想要嘅範圍入邊。而且佢可以做 calories tracker，睇下你當日嘅熱量消耗幾多，甚至係瞓覺都可以用，拎嚟做 sleep tracker，監管自己嘅睡眠質量。咁以佢嘅價錢、耐用程度對比起其他產品，佢係非常之抵用，甚至可以作為時尚單品日常佩戴。第二個要介紹嘅就係 J-Fit， 咁佢係一個可以幫助到你決策自動化一個訓練課表嘅 app 嚟嘅。你可以將自己想做嘅 workout 入定落去，咁你去到 gym 要做嗰陣就揀翻嗰個 workout。個 app 就可以提你做啲乜嘢動作，做幾多 set，做幾重，而且佢可以 track 住你做成點。對於新手嚟講係極度有用啊！可以喺事前準備，咁去到個 gym 跟住個課表做就 OK 啦。咁最後要介紹嘅就係 MyFitnessPal 呢個 app，主要係用嚟 track 飲食嘅，計食咗幾多營養。咁說來慚愧啊，喺飲食方面其實我係冇點控制，比較隨心，我就只係盡量食多啲嘢啦 ，protein 同 carbs 都食多啲。咁啱啱開始用呢啲 app 計嘅時候係幾煩㗎，因為唔知嗰啲食物幾重啊嘛。咁我個朋友就同我分享，其實只係頭幾個星期會辛苦啲。佢話一開始拎個磅計住食咗幾多，之後就可以建立到一個直覺。喺容器份量嗰度大概估算到幾多，甚至之後唔需要用 app 嘅幫助都可以估算到食咗幾多營養。佢話都幾準下。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咁新嘅一年，希望大家都多啲做運動，健身健心，俾啲掙扎啦。多謝大家收聽，拜拜。